了，请咱安静咱的心，请后面接待会使地会，地会小关系，谢谢。普兰中的五望，今日伫咱聚会中，咱的蔡小组要甲咱分享。普兰中咱献上感谢。我想每一个人伫咱人生当中，拢有遇到苦难。伫咱苦难中的时阵，咱所盼望是啥物？咱基督徒真正是有大福。伫咱的苦难中，咱毋但有盼望尔，我定定咧想，咱的主耶稣基督，在咱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伊总是咱开另外一个门。这个门是咱无想到，苦难中咱想的，检彩有当时啊，咱是对耶稣基督对咱安排感觉失望。但是，而且我一届为了咱所有朋友，苦难中要互咱的是搁较大的感谢。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安尼讲：恁无得听赢，因为我甲恁三角之地，无得忍耐，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的确坚固你，我的确帮助你，我的确要用我的公义的手来扶持你。咱做伙来听条盼望，来享受主伫咱苦难中，互咱的盼望。
人不的耶和华，你徛伫的所在怎样通意来？我的心神万木耶和华的圣殿教训去。我的心肠我着体我的上帝求叫。即时咱将赞美团，我咱来阿罗上帝。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们再次聚集在神的殿中，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上帝。邀请弟兄姐妹，如果你身体允许的话，可以起立跟我们一同敬拜。我用一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圣灵今天来充满我们的心。我们在这个时候用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也预备我们的心，迎接圣诞节的季节。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生命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生命，请你来充满我心。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生命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生命，请你来充满我心。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生命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我们求神的灵常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求神的灵帮助我们增添更多的信心，让我们的心要如同鹿一般的切慕的溪水，我们要有渴慕的心在神的面前，预备来敬拜他。用第二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神到我们的心。神啊，
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应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入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应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应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请因起完徛伫，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玛利亚出世，日本丢彼拉多入来受苦，定是第4摆上大灵府。第3日对圣中倒活1年。他坐专门的上帝大庭，伊要对咱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正神，我信神，公共的教会，圣公相通，做赦免，肉体倒活，永远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的交通启蒙有正式，咱上来交通启蒙。对耶稣的树头要发一支秧，耶和华的神要踮伫第伊，计划甲能力的神，大声，伊要敬畏耶和华最欢喜，因是凭目睭所看见来审判。但是被他所惊是来依断，伊要用公义审判善纵容人，用正直依断世了义人，用嘴中的管啊拍世界，公义要做伊的腰带，信心要做伊的尾带，豺狼要甲羊仔相夹大。牛仔甲细只狮要甲肥的情丝，牛甲熊要相甲食，食恁的囡仔要游玩伫恶大的坑口，
叫我的四山会遍地，结甲无相来，因为日捌耶和华的灾捌咧充满地上。亲像水流我这是三个阿头来祈祷。太阳阮的阿爸爸天父上天感谢你，因为你的怜悯、你的疼、甲恩典，互受你敬调的敬囝儿，能够到圣殿来敬拜主你。主，阮伫你往梦过来感恩节，阮先献上阮的感谢，因为阮是不配做你的囝儿的，但是上帝疼阮，将你的独生囝手赐予阮，做成阮一切的罪过。通清清白白来到你的面头前来敬拜主你，主因为阮要将这个来献上阮的感谢。主，阮伫即时特别恳求你恩待阮的教会，阮的会友真侪人身体病痛，拄着恶担当艰难的代志。阮知这是上帝要通过这试炼，互我知上帝你无离开阮，因为主你要来赐阮愿望，要来医治因。主求你来帮助因，甲照顾因的人同在。伫这治疗的过程当中，减少真侪的艰难，但是我相信主你要一步一步来牵阮，来经过这一切。愿上帝帮助阮，我伫今日参与伫即中间的兄弟姊妹，每一人搁一遍伫你面头前献上感谢。愿上帝你的保惠来做成阮伫过去所行所做，若无下伫主你旨意，愿你搁做成阮，互清清气气来到你的面前。拍开阮的耳孔，搁一遍来听上帝你的话。愿上帝通过拓展到伊的喙。互听的咱讲的人得到造就，得到帮助，加上阮的气力。阮将今日的礼拜为头到尾，种种敬敬，放伫主你的手中，愿上帝亲自来接纳。阮伫你面头前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圣主名求，阿门。这时咱要请信大队来咱学路。我
分球信心降伫中间，甲伊听艰苦人十甲地地。即是咱听上帝话，记载伫个约翰福音16章20到33节。新约约翰福音16章20到33节，就上来听上帝话。当迄时，你要伫我的名求，我无甲恁讲，我要为着恁求爸，因为爸家己听恁，是为着恁听我，佮信我对爸出来。我对爸出来，也是世间，我离开世间，来归伫爸。第9节，以下先讲，但你明明讲，毋是用譬如，但阮知你无所毋知，毋免人问你，阮因为安尼信你对上日出。耶稣应讲，恁信吗？时要到，也已经到，恁才会四散，逐人归伫本身的所在，那我家己伫地。当时我毋是家己伫地，因为爸教我伫地。来，咱咱咱做阵来读。我已经将这会甲你讲，互你听伫我有平安。伫世间有苦难，都应当放心。我已经太赢这世界。即是咱要写蔡基路甲咱讲到，伊的题目是苦难中献上感恩，苦难中献上感恩。请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圣灵，求你降临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所做、所说、所行、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注入圣灵的灵，让我们的心接受神你的同在，让我们更加亲近你。能在苦难中体会到主你的恩典，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主你的面前都蒙着主你的怜悯。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准备哦，要先国际礼仪。国际礼仪，新加坡来的人知道吗？国际礼仪，来，从你们内心先祝福别人，跟别人讲，跟你旁边的人从内心里面跟他们讲平安。平安。说出你的内心的平安呢，不是应付我们讲大没有，这应付一下。我们来到礼拜天跟人家讲平安，是要祝福别人。我已经跟他讲过，祝福别人手留余香。我们要学习祝福别人，在神的面前，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唯一的就在神的面前，我们在苦难中会体会到他的恩典。今天我们念的圣经节其实是3个部分，但是这边是完全没有关联，杀保温呐，完全没有关联。谁保温？我们祷告为什么奉耶稣主耶稣基督的名？第2个部分，耶稣为什么用比喻？那第3部分重点来了，在苦难中，我们要倚靠神。就这3个经节里面，如果你详细去把它看的话，你会体会到，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依靠主耶稣，我们才能够得救。我做主要做基督，能才看救。第二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有很多从国外的来，所以我们今天应该讲国语、华语、台语，还有外文英文。哎，这个大概是新加坡来的比较能够做这些事情嘛。哎，你台语敢听有新加坡？解释啦。拢听无？国语、华语，华语可以。日文啊？そうだ。哦 no。好，我们今天真的很高兴哦，我们今天有我们宝娟姐的亲家的女儿，全家都来，好不好？来举个手让我们看一下。上次呢，我们讲台语听不懂，看 PowerPoint 的，哎，在上帝面前你就听得懂了。好，然后我们也有黎聪姐，你看我们从姐夫的那个姐夫姐姐从美国来，哎，那国语听得懂吧？哈，哎，要不要讲英文？讲英文，我们的宝娟姐跟那个直播都没有问题哦。我们也很高兴，我们今天也有看到我们的那个这2个名字怎么念？我们的佑轩跟若涵，他们写英文哈。你们是现在大3、大4哦？是在美国的还是在台湾的？美国。在美国念大4哦。哦 ，OK， 哎。我在美国从来没有去过，我们乡下人。
现场恩典，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辈子里面，尤其我3个礼拜，其实真的遇到很大的挣扎。那时候甚至我们觉得一件事情，活得好累，越来会觉得你活得好累，然后我们就大家就靠我兄弟，我就跟上帝哭诉。可是等我们在想到那后面的时候，会发觉到神的恩典都同在。今天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10月24号是什么日？我再问你们一次，今天是非常重要的日子，10月24号是什么日？是我太太回乡的生日。你觉得不重要吗？感恩节你们竟然每年都知道11月24号是感恩节，我太太生日你们也要记住，我问过你们了，你们都忘掉了。心存感恩的心是我们基本上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行为。12月8号，本来我们4个人要受洗，感谢主。那今天我们江先生因为要手术，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下午2点，我们就为江先生先受洗。一个人的得救在天堂是蒙大恩的，天堂是开着大门，吹着号角来欢迎的。我们有时候做礼拜变成习惯呢。哎呦，礼拜你搞啊，我来做礼拜，明明做礼拜怪怪的，我去做礼拜怪怪。做礼拜是亲近上帝耶。今天如果你到中东府去，我保证你大概前一天晚上你就睡不着。可昨天晚上有人睡不着吗？今天要做礼拜？没有，我看睡得很香甜，还看连续剧才对。我们每一个人要知道。虽然今天的见解告诉我们，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不对你们说怎么样，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从父而来的。我们相信主耶稣从父而来，为我们牺牲，是我们的中保，让我们跟上帝连结。就奉主耶稣的名求。那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能求什么？我必成就。谁成就？上帝成就啊！让父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得到荣光啊！我们做一切的事情是荣耀上帝，不是荣耀个人。哎呀，我做生意赚了好多钱，上帝比你穷吗？哎呀，我赚了好多钱，来给你奉献一下。那跟法利赛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应该用我们的心奉献，不看你的多跟你的少，奉献看你们的时间。我们今天我们音响的侍奉哦，都换人了呢。有没有？连我们音响侍奉都我们的弟兄以前没有来做礼拜，现在你看今天就来帮我们做音响。哎，好哎！你们光拍手，我们今天圣歌队唱的不好吗？我们今天唱这么难听吗？感谢主，感谢主，献给上帝。因为我们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奉耶稣的名呢？祷告奉上帝的名嘛，我们是跟上帝祷告吧。我们奉上帝的名吧。我们为什么奉耶稣的名呢？其实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我们都是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什么？我们都尊居的祭司啊。人人皆祭司，每个都可以做祭司。那我每个都可以当牧师。你要操练，你要有感召，你有呼召，否则的每一个人都来当牧师。哎，我来当牧师，我来当你就算是牧师。每个人都上帝不同的感召，然后还要受到装备。所以我上礼拜一直在讲说，大家知道怎么游泳吗？都知道嘛。就反正你是头抬上来就呼吸嘛，沉下去就开始滑嘛。游泳很简单嘛，对不对？自由式就头转过来你就呼吸，转过去就滑式也用头浮上来你就呼吸，就是很简单啊。你把它丢到游泳池，它就沉下去。我们还要训练，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要什么？不断的操练自己，让我们更亲近神。所以我们说信而称义，我们信主耶稣会不会得救？承认主耶稣会得救，但是那是一个过程。你那个过程里面，主耶稣说进入神的门是什么？是窄的。哎呦，我信耶稣了，那我这辈子都得救，我吃喝嫖赌都没关系，我得救了。那是窄的，你有耶稣的样式，你要学习他的样式，你要更加的像耶稣基督，你要更加的经历神。
然后经过不断的操练，所以我们每天9点晚上我们都有一起来做代祷。为什么？让我们的心意都相通。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看到我们曹弟兄，我们是从曹弟兄开始，我每年都为曹弟兄祷告。今天曹弟兄来了嘛？曹弟兄你来了没有？没有，你看他举手举了到。每次看到曹弟兄当初在家务病房连动都不能动，你看他现在在做礼拜，还要再治疗吗？当然还要再治疗啊。可是上帝都会替我们做主，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是大祭司啊。我们以前到圣所里面，到至圣所一定要大祭司，那大祭司一定要脚绑着一根绳子，为什么？怕死在里面了，看到没有动就把它拖出来。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到圣殿里面来做礼拜，来敬拜上帝，献上熏香之祭。因为主耶稣自己本身他流血为我们而死，他是个大祭司，他为我们献祭，一次的献祭，永远的献祭。然后他是跟我们上帝的中保，我们跟上帝本来是隔绝的，加上帝隔开啊。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跟上帝融合在一起，让我们可以跟神在一起，让我们跟弟兄姐妹们又可以互称为弟兄姐妹，所以有十字架，这本来是一个很丢脸的刑罚，反而十字架变成个荣耀的。你看身上你就带一个十字架，你就觉得好光荣。可不要忘记了，在罗马时代十字架是最酷刑的，十字架里面是十恶不赦的，那是不给电的，是不给电的，拢拍了。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是，因为我们透过主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跟上帝复活。唔知咱祈祷的时阵，最后拢讲求啥？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为什么？我们的祷告是透过主耶稣基督到上帝面前成为馨香之祭。上帝会不会聆听？会聆听呢。我们在我们这1、2年，我们开始有灵修代祷网，我们真的很体会上帝真的很爱我们。我们认真在祷告的时候，上帝真的会听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祷告。所以主耶稣基督他一次的献祭成为永远的祭，但是我们还是透过主耶稣基督将我们所求所思的。所以腓立比书4章第6节第7节告诉我们什么？他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你们将所求的跟上帝讲啊，你透过感谢祷告跟祈求跟上帝说，上帝所保守你们的会在主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个人我们的计划，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都呈现到神的面前。我每次来上班之前做第一件事情，是跟上帝讲说，今天我要遇到挑战。因为今天我有一个报告，那个报告一定会遭到很多的批评。台湾都知道鸡蛋案，哇，鸡蛋案当时很多人说不能提出这个报告，这个报告提出来以后，你社会怎么样，我们还是提出来啊。什么是真相？结果那个鸡蛋提出来以后，我们反而得到一个很大的回响。啊，原来是这个样子，大家都猜了一大片，反而知道不安了。我们要求神，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在哪里，而不是开药单给上帝。上帝我要1、2、3、4、5、6、7、8、9、10。上帝不好意思，这个连续剧太好看了，明天我要期末考。可是连续剧我不看完的话，我对不起良心。上帝，你替我念书，我来看连续剧，分工合作。上帝会听吗？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人的尽头是上帝开始啊。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你自己不作为，然后那等于就是奚落上帝，然后什么都交给上帝，我都不必做。我想这个上帝真的是，如果生到你这种小孩，他自己也觉得很伤脑筋，什么事情都父母做，小孩子都不必做。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之后，我们用我们的心去祈求，符合上帝旨意的，上帝必成全呢。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你求就必得着？那上帝我求了老半天，为什么都得不着？这是神的旨意耶。你是求什么？你用你的心去求吗？我们跟主耶稣是连接的，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叶，我们是连接在一起。我们连接在一起，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跟上帝继续求。所以，我们生命中一切要荣耀神，让他人得到建造。什么叫得到建造？
让他人也因为我们而蒙福，也因为我们身上基督的熏香之气，然后信主耶稣基督。我真的有一个很感动，我们每一次的圣礼典都有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来受洗，归入上帝的名下，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神的作为，不是谁比较厉害，神的作为，一切的荣耀都在神的身上。第二个，我们为什么？因为耶稣要用比喻嘛，直接告诉我们说，所以你看那个施洗约翰出来传福音，只有讲一句话：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耶稣出来传福音也讲一句话：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你们有没有悔改？如果看圣经哦，好像很奇妙的。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就好多人来受洗啊，包括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为什么？大家心已经很惶恐了啊！天国近了，要悔改。耶稣来了，哇！弥赛亚来了，哇！罗马要复兴了，像那个马加比革命一样，哇！我建立罗马的大帝国。耶稣来不是建立罗马大帝国，耶稣来建立是世上如同天上的世上的王国，是基督的国度。所以耶稣为什么要比喻？所以耶稣到最后的时候，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跟他的门徒讲：我现在不再用比喻了，我是把上帝天国的奥妙，我直接告诉你们。耶稣是身教，重于言教。然后他在耶稣在讲道的时候，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都在传道，他40年的传道生涯。然后我那时候大概是初中嘛，初一初二。那时候他有时候讲到一半的时候，他准备到一半，有时候都会出来说：“阿姨啊，来，我练你，我讲一段，我讲稿给你听。”那他就讲，你听得懂吗？听不懂呢，他又回去就改，再讲给我听，听得懂吗？听不懂啊，要回去又改，听得懂吗？这次听懂了，那他就讲了，因为他在鼓励教会里面没有念书的一大堆，可是他要上帝天国的道理，他用最简单的比喻，让人家知道神的作为是什么。所以很重要的，我们为什么用比喻？耶稣用比喻，他所面对的那个时代的人，他要让他知道天国的奥秘。天国奥秘很微妙啊！你说异经称义，虽然我们在查罗马书嘛，异经称义啊，大家都懂，真的吗？异经称义，你懂吗？我懂吗？真的懂吗？我告诉你，我还不太懂。虽然我们改革中里面异经称义是我们最重要的信仰，可是我还是不太懂，我还是努力在追求，我在追求那个完美，在追求更懂。所以，比如说今年问他说，众人讲话，你们说用比喻呢？他说：“我现在不再用比喻了哦，因为天国的奥秘，我告诉你们，你们已经慢慢懂，你们也相信我是神所差来的，你们相信我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从此不再用比喻跟你们讲，因为有的人讲了，有耳的当听，可是有耳的不听有嘴巴的你要传，可是有的嘴巴有的不传所以相对的，为什么耶稣要比喻？因为听到比喻的人，我们要预备成为神的器皿，而且我们会得到更丰盛，而且是丰盛有余。每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要一再的体会到神让我们知道天国的奥秘，我们将天国的奥秘实践传扬，而不是说我传给你听我自己不去做。行比说更好听，做礼拜比做礼拜完出去的行动更重要，行比做更好听。所以耶稣告诉你们，今天最重要的在讲，刚才那个我们的四位也请我们重新排练一次，那现在我们重新用国语来练一次。来，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别忘记，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今天我们国际礼仪讲什么？平安，请再跟你隔壁讲一次，用心哦。别念不而已。我们要让每一个人心里有平安。你说我讲平安以后，我就没有再有苦难，还会有啊。
可是你心理上会有充满的平安，充满的喜乐。所以杨惠丽写了一本书，这本书上个礼拜，其实我有时候准备讲到的时候，我觉得是在勉励我自己。我们有很多苦难，可是他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只有受伤的一方先让邪恶，知道吧？这样的话，邪恶才能够遏制邪恶的流传。我们经常讲说，我们一切交托给上帝。当遇到不公不义的，我们就交托给上帝。可是你没有努力去做呢？你有没有尽你应该做的事情？潘国华牧师，他流亡到美国了，他本来可以很 safe 很安全，所以他又回来德国。你要说你回去一定被抓，你回去的话一定受难。可是他说，可是我还是要回去啊，那是我的责任啊。潘国华牧师在德国集中营他死掉，可是他所埋下的种子又发芽。我们在学校中，杨美丽告诉我们，在经历了痛苦，他访问了很多人，写了好多故事。可是他在这经历人的痛苦、人的身上，他发现上帝跟他们同在。上帝反而在这些苦难人的身上同在。他反而觉得说，上帝在各种人身上，我们不要光讲是怎么解除他的苦难，我们要得到的是什么？是恩典。所以这里本书里面告诉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在苦难中，我们学习到了什么？不管是上帝给我们的试探，魔鬼给我们的试炼，我们在苦难中，我们学到什么？在苦难中，我们学到，我每次心里很难过的时候，我前面对面有王幼林，他也是个监察委员，他就告诉我，他就笑一笑，他说你有什么好那个，为了我的子女啦，为了我什么心理上很难过，他就说，如果你这样难过，那我呢，我就一头撞死算了。卢云神父他最后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神父，我们有时候说天主教一直在批判天主教，可其实天主教很多神父修女啊，让你很感动哎。台湾很多哎，你如果在台东店当院长的时候，我经常去跟他们去跟他们讲话，去跟他们聊天啊，他一辈子奉献给台湾，真的付出他们爱心的那个爱呀，我觉得我一辈子我做不到。我从他身上我学习的爱，我1%我都没有。他们真的付出他们的爱，他们那些，尤其巴黎我们王委员会把他儿子送到巴黎。如果各位有空，我们到巴黎疗养院来看看，你就觉得你是很幸福的人。那些都是多重障碍，不会自己吃饭、洗澡。所以每次在谈的时候，那个《镜周刊》有出了一篇报道，说电影外的自闭儿不是天才，是监委将儿子送到疗养院。然后监委讲一句话：我们家不是最惨的，这是他讲的话。然后人家问他说可以照出来吗？可以，他连下面都出来了。他的儿子出生到3岁的时候，他阿妈讲说：哎呀，看着这么可爱、英俊潇洒，以后女孩子该多的爱用电脑片，用电脑去计算，以后要去死。可到38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慢慢发现他有自闭症，而且那种自闭症是暴力的自闭症。所以他们2个夫妻到晚上9点他儿子如果没有睡觉，他们2个在房间睡觉要锁门，因为他儿子进来以后会，他跟他儿子讲话永远要面对面如果你稍微背对一下，他儿子就很不自觉就把你推倒。他有一天我看他鼻青脸肿这个脸比我们的时间长老脸更漂亮，整个脸。我说为什么？他说昨天又被他儿子推倒了。那暴力38岁，你看这么高大，180几公分，突然你只要背对的话，他就突然被你推一下。然后你呀，你要报警吗？把他抓去关吗？没有啊，他是他的妈妈。他还是每个礼拜6去巴黎把他接回来，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买他最喜欢吃的，他说他很喜欢吃什么，买他最喜欢吃的，他喜欢出去玩就带他出去玩。我们的苦难有时间呢，他的苦难他就笑一笑，他的苦难没有时间。你去巴黎，他就告诉你们都说你们很苦难，你们活得很累，连人生的生老病死，人生都是苦难。可他从出生到
结束的那天都是苦难。可是如果他有基督徒的，是个基督徒，他有永生的盼望。他说没关系，在世上苦难是很短暂的，可是我有永生的盼望。我们需要是永生的盼望，而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苦难。谁没有苦难？年纪越大越有苦难。我们在苦难之中，耶稣什么时候说你们有苦难？什么时候讲的？我们知道他在钉十字架之前讲说你们有苦难，我有平安呢。他不是说那生活很富裕的时候、很平安的时候，告诉你们哎，你们有苦难，我在我里面有平安。他说上十字架之前讲的嘞，我自己会承担你们的苦难，放心，我已经赢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一直在讲科西玛里面的祷告，到底神有没有听啊？神有没有听？没有呢，耶稣还是被钉十字架呢，是神有听呢。3日复活，神有听，他赎我们的罪，3日复活，我们就是得到新的生命。若不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能够得到新的生命。所以我们耶稣钉十字架前，所以我才跟门徒讲说，你们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是什么？有平安呢。这苦难的背后，其实是恩典的所在。年轻人可能还听不太懂，戒灵都还太小。有一天，等到我们跟我当年修改我们都90几岁了哦，那个当弟兄领弟弟兄领，到那个时间你就知道，这辈子的苦难背后都是上帝的恩典，很奇妙。但是你在苦难的时候，你会不会难过？当然会难过啊！你看当初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又行了那个10个神迹之后，那个法老王勉强让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有没有履行诺言？没有，派追兵追他们呢。以色列人骂摩西，对我们最起码在里面多好，我们可以生活的多好多富裕。你看，有追兵来了，我们会被杀死啊！在苦难的尽头，红海呢？红海，到那边呢，怎么办？我全部会溺死在这里耶！你摩西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可是上帝说，你就点下去，红海分开。人家说那是神，那是神话，不对，那是神的话。红海真的没有分开，我在历史上有看到，就是红海真的有分开。人的尽头，人看到已经无望的一片的大海，红海是一片的大海哦，全部拢海哦，还落下东西哦。可是上帝说，你就点下去，跟摩西讲，你就分开，等他们走过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又合起来，那些追兵全部淹死。上帝有没有帮他们作为？有，上帝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作为。所以你怎么面对你的苦难？你面对苦难，你先不会吧？怎么发生在我身上？哎呀，我好忙，我怎么可以应付这些事情啊？然后有罪的我没有你看，管他去的，随便他们啦，还是相互哭泣、悲伤、哀痛，还有上帝呀，你在哪里呀？你怎么？我每个礼拜都去做礼拜，你还让我受到苦难，上帝你在哪里？你有时候会埋怨上帝，可是上帝他很笑一笑说：“你怎么知道我的旨意是什么？1年、2年，你可以巴黎看，那是1辈子。”鲁豫写了一首诗说我们跟耶稣共舞，我觉得这是很漂亮的一句话。耶稣经常在跳舞，邀请你，跟我一起跳舞。可是我们经常耶稣在邀请你跳舞的时候，你说我又不会跳，我心里很痛苦，我为什么要跟你跳舞？耶稣在邀请你跳，耶稣邀请我们跳。你再大的苦难交都给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带着你跳舞，你不会，主耶稣可以带着你跳舞。所以主耶稣在带着你跳舞，耶稣是个 dancer， 他邀请我们所有的人跟他一起跳舞，可是我们总是拒绝呀，你太忙了啦。我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我有很多的补习要补习，我根本没有时间亲近你。可是耶稣邀请我们在跳舞，
如果我们拒绝的话，我们没办法继续前进。耶稣要求我们继续跳舞，你要不要？当我们在逆境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完全依靠主？我们有没有很放心的将我们这交给耶稣，让他带着我们跳？如果不会跳了，还会跳到你的脚。我们经常以前在开舞会哈，我也不会跳，但是我当班带，所以一定要开舞，所以我最起码3步会这样，花了智慧这样稍微绕一下。哎，现在会踏到人家的脚。带舞的人觉得踏到人家脚，耶稣带着你跳，你不要怕，你会踏到他的脚，但是耶稣会慢慢把你带到你才会跳。前提是你要完全的交付他，然后你带着你的伤痛到主耶稣的面前，你会得到很大的伤痛。我非常小的时候知道阿信这个连续剧的人，你们不会举手哈，已经超过70岁了。那时候是黑白电视，而且消防局只有1台，所以大家都要拿着板凳去那边看阿信。哎呦，这么好的三浦玲子，他所写的，他讲一句话：天虽然有乌云，但不要忘记哦，乌云的后面是什么？是阳光啊！所以有一天我们要来唱《眼光》这首歌，有时间你可以上YouTube去唱一次。眼光，当我们爬上山，啊，感觉很无望的时候，我们就上帝会让我们看到眼光，上帝会让我们看到那个最美的事情。台湾现在最轰动的吧？你从新加坡来有没有看到这种事情？哦，是台湾已经引发轰动，谢这个这个分署长罢免。其实，在80的时候，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在想说，一个39岁的新庄高中第一名毕业，中央大学，资讯系，非常考上高考，非常优秀。然后他做完他的交办给他的功课以后，你就看他的声音，在档案室自杀。一个人会结束自己的生命，有时候我对自杀的人都说，你这样是亵渎上帝。自杀你一个人结束了，你全家人都痛苦一辈子。可是想一想，一个人要自杀有多大的勇气？受不了了，自杀了这个事件哦，如果你们从国外回来的看，台湾现在还在燃烧，还在发烧。所以为什么主耶稣一再叮咛我们，你们要做高的，你们要做大的人，要做什么？要服侍小的，要谦卑啊！你做长老的人要更加谦卑呀、做牧者的人要更加谦卑。谦卑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啊！你多大的官？你好伟大，你当总统好不好？几年？谦卑是最起码基本你要做的。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又觉得有一件事情还没有发酵。上个礼拜我们发了一个新闻稿，但是个干稿而已，所以干稿就是写在我们的网站里面的一个新闻稿。一个圣保罗的组长是处长，再就组长了，王化，一个王组长自杀，从楼上跳下来。自杀以后，他的遗孀很生气，说是那个洪光中处长跟他霸凌。结果外交部派人去调查，说没有霸凌，他怎么没有霸凌？一个人突然无缘无故自杀，他们还跟他解释说，因为他有忧郁症，离家不方便。结果我们就下去调查，我们就发了一个新闻稿。这个新闻稿告诉我们，22号发的，20号什么时候？礼拜5发的新闻稿，说这个组长王光化是被洪关中霸凌轻生的。15号我们就弹劾洪关中，立刻把他调回来。可是我们因为有外交很敏感嘛，所以我们没有对外公布，我们就把它调回来。然后20号我们就把它直接纠正王耀武、蔡同立、林文成，直接纠正外交部，小心外管的霸凌，因为外管天高皇帝远，没有人知道。没想到国内就发生这个谢姓的分署长的这个霸凌。
8年。再来，我要讲一个岁月的感恩。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你会发现到超凡的代志、烦恼的代志，你烦恼的事情越来越多。小时候哦，简单是很快乐，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一个木剑拿了这样挥一挥，纸牌打一打，弹珠弹一弹，好快乐哦。长大以后哦，简单就是不简单的事情，简单就是很快乐的事情。要我现在来讲，叫简单过日子，就是好快乐的事情。你们年轻人不懂，有一天你们就懂。等你老的时候，简单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我们所看到的，所以世界告诉我们，我们不要灰心丧胆。虽然我们外体在毁败，但是我们内心是更加的坚强。因为再怎么样，有一天我们要跟神在一起耶，那是永生的盼望耶。所以相对的，有一句话，请你们要注意，这是泰戈尔在《漂亮集》所写的。他怎么讲呢？只有经过地狱般的磨练，才能够创造出天堂的力量。这句话更重要啊，请注意啊！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奏出世间的绝唱。你没有见过这些苦难、这些磨练，怎么可能有这么美丽的诗歌出来呢？所以我们要相信那个腓立比书4章6节告诉我们的什么？来，一起来，应当凡事将你们所要的，记住哦，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不要不相信了，时间的问题，凡事交托，你就会知道说，相对的人生的过程之中，没有碰到那种激流，没有碰到暗礁，擦不出火花，就很平淡的这样过了。上帝会试探你，让你有这些火花。那火花之前什么？他会摆一个暗礁，摆个岛屿，摆个石头，让你冲上去的时候，冲上来，哎，就有一个美丽的浪花。那这个礼拜我们看到一个小姑娘，你知道小姑娘是谁吗？就是很小的小姑娘，科丁尔女啊，她去手术，结果看你第二女啦，虚美了啦。然后她有2个儿子，第3个我不晓得在哪里啊，哦，你看她2个儿子，你看好高兴的一个妈妈，我觉得这是很快乐的事情。我在手术，我的2个儿子在我旁边，手术写出来，哎，他是我的爷。然后下面哦，你看好几个人有没有？有那个，哎，整个下来啊，其实我没有啊，要我做我也会做，应该把它拍板。就不止这个啦，我们现在好多人一直回应啊，好感谢，好快乐啊。明天就是回去记得跟你妈妈讲啊，下个礼拜我好，你大家注意啊。伊出年吼，出年若无来吼，我就用轮椅去遐送。他就是让人觉得很快乐。尤其最快乐是什么呢？冰箱永远满满的，你肚子饿的话，去他家永远有东西吃，这个你放心好了。相对的，我们真的是每个弟兄姐妹，一个人受到那个手术的时候，像当初曹建兄在店里，我们每个人几乎是跪下痛哭祷告。那时候医生讲说，不好意思哦，那是以前的事情，因为今天曹建兄在这里本来不应该讲，他说时间大概不久了，他今天做礼拜了，我迫切祷告，上帝会听，最后我跟你们做一个问卷，这个问卷是这样，他很爱他，他有细细的瓜子脸，弯弯的峨眉。在座的谁有这个样子？那个玉文，你要不要举手？玉文刚去北欧相亲回来哈，痊愈以后，可是他出车祸了，留下一道疤痕。你听哦，他会像以往这样的爱他吗？我问你第一个问题，他一定会；第2个，他一定不会；第3，他可能会。你们觉得呢？
梅珍姐，是你呢？哎，不对，你要用男的。5张了，你觉得呢？我一定会爱他。他在你面前，他也不敢讲不爱你，对不对？其实我们有很多答案。来，问你们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他很爱他，然后他是商界的精英，儒雅沉稳，敢打拼，人家破产了，破产了。这个女孩子会不会像以前一样爱他？一定会，二一定不会，三可能会。你自己想答案嘿。你们呢？现在当姐夫的人不讲一定会，回去跪，现在没有算盘了，跪电脑盘，键盘。其实我们又换另外一个角度，如果这个她是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不用讲，一定是 A， 一定会。如果这个他是你的爸爸嘞，你的女儿在回头一定会。可是，你对你的子女是一定会，可是你对你的女朋友、对你的男朋友一定会吗？所以，告诉我们，上帝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世上的每个人。让我们因上帝的耶稣基督的宝血得到救赎。他爱我们世上每个人是这个样子，你能体会吗？你真的要知道，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让我们信他的人可以得到什么？永生。永生是永远的生命，我们人生这么短暂，可以得到永生。所以我在巴黎的时候跟他们在聊天，他们跟我讲一件事情。蔡委员，你觉得他们很可怜？他们从出生要受苦到他们死亡的那一刻，那对他们来讲是，连大卫都会帮我治理啊，我们看起来好可怜。可是他们有的人信上帝，你跟他讲话，他比你更高兴。你烦恼的比他更多，他没有烦恼，他更高兴。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书43章第2节，他告诉我们说：你从水中经过，必与你同在；你踏过江河，你荡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水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我们看箴言第1章第27节，告诉我们什么？就这种意外的处理意外的那个意外发生。可是28节告诉我们，神不理，为什么不理？因为你不相信他。但是以赛亚告诉我们，只要你相信有神，在苦难中，神会让你得到他的恩典。回学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虽然经过苦难，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种试探，一种磨练，让我们每一个人像茶叶蛋一样，在破碎之中，我们得到主你馨香之气。让我们每个人在苦难中得到神的恩典。那在苦难中知道凡事交托，因为你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会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求主你怜悯我们，求主你照顾我们，求主你让我们一天一天更像主耶稣，一天一天比一天更加亲近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这是咱3个人圣诗595首，圣诗595首，求问世间是地老天100首。一心一心。
答上帝话，其实咱来奉献，咱自本心来奉献。上于391首，林志炫，咱请蔡长老为咱祝祷。神讲，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会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以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叫做上帝恩典满满荣光，预备上帝听堂永远在咱的心肝内，圣实的相通因错翻转咱对即时到永世大不错，阿门。请起来啦，吼，咱来拍鼓啊，吼，很自信吼，跟大家好一起好，谢谢。那我们也很感谢哦，今天台李轩跟台若涵哈也在我们当中哦，请他们站起来哈，快从美国来，用心的鼓励，谢谢哈，大家再来请坐。那我们也黎康哈，他的亲友这边有来，就请他站起来好不好？好，谢谢他们。还有谁没有介绍到的？有没有？好，谢谢他们。那我们的会后可以大家彼此请安，好，谈面一下哈。好来，咱来看报告哈。后礼拜担任厨房的同工，请地板心会计咱家己来看，出咱有订单吼，你要订购订单，咱向出咱来定制。来，咱来看交接的报告。咱礼拜四刚刚有小组的分享，今日下晡特别吼。特别的话，迄个
在下晡2点吼，咱社会詹姆斯要来为着庄清生吼兄弟举行成人礼，特别为他来举行成人礼吼，收进餐，希望兄姐若有时间会使留来参加，要先来参加，真恭喜庄先生吼，经过遮久的时间伫科长路的祈祷内底吼，互今日会使来相对上帝囝，为着这来恭喜伊。第三，后礼拜咱是大港是第一个主日吼，请兄姐别担心，因为咱12月份要准备圣诞节吼。来第四，咱开始，咱伫为12月开始了一系列圣诞活动吼，相信咱布告栏咱要紧张吼。会使加迄几场邀请咱这些朋友，是咱厝里的人吼，伫圣诞节活动的时阵来参加。第五，咱请12月初8要受祭兄弟，咱是今日就爱记吼，爱餐了后，咱要请叶金安长老为着因来授前洗礼的真理的谈话在训练吼，请会记爱留落。第六，真感谢姚长老吼，邀请咱回应吼。伫12月15号，礼拜下晡5点半，伫龙来餐厅29个无外园吼，伊要统计人数，要去的人吼，请咱到后壁提名吼，爱加提名，才知影偌济人真多谢姚长老吼，真用心吼，旧年请人，今年要搁请人吼，希望咱分伊的福气吼，咱做阵来参与。第三、第七，咱圣经充满我田生卷吼，即季就要了。因为咱以前有抄圣经抄台语圣经跟华语圣经希望讲若无参加伫圣经充满我的人，拢来转移来参加圣经充满我因为伊这真好吼，虽然就讲咱抄圣经是华语的，抄了后伊佫一解说版新版日每日新眼光互咱再看，会使对照，所以咱若抄了后佫看每天祷文，当成我们的灵修吼。希望咱每一个人踊跃去参加吼，一年是400块，你甲出100块着，300块教会替你出，要鼓励咱较侪人来参加吼。若手会使写的人尽量来参加啦吼。后来，咱万年刀要献花，咱放伫后壁，咱家己再来添，其他咱家己来看吼。即时咱要请叶长老，咱解释咱今日要读的小组的分享，真刚讲的迄个内容吼。我已经进到读但以理耶利米书我们已经跟耶利米哀歌已经读完了。但以理他的意思就是神的审判。但以理是在约雅敬王3年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后面读圣经的时候，你在读以赛亚书38章的时候就知道，以赛亚书38章里面，当时那个巴比伦还不是很强的时候，希西家王他因为生病，后来神在延长他的生命15年以后，那个巴比伦派了特使来，特使来的时候去看了以赛亚跟那个希西家王怎么讲呢？说你以后你的子孙当中有人会被抓到巴比伦去当太监。结果那个希西家王怎么讲？说你说的甚好。你说的甚好。后来这些人就真的被抓，就是但以理他们跟三个朋友，撒特拉、米撒、阿贝尼哥这3个人跟但以理4个，其实都被抓到那个巴比伦去当太监，没有错。4个人，4个人为什么是希西家的他的后裔呢？因为他是犹太族的，在皇宫里面被抓去了，所以他是在西元前606年，就是在约雅敬王3年的时候。这个但以理里面，他特别讲到，他前面6章在讲到他在皇宫里面遇到的一些事情。我们知道，常常植物学的时候都有上过嘛，就被丢到那个尸屑里面，还有3个朋友被丢到那个火窑里面，这些故事。后面的第7章以后就在讲到他的意象，他意象有看到有一个金的那个像就是金的头，胸跟背是银的，头是肚子这些，铁呢是在脚的部分是铁，他在讲这些。还有呢是野兽是从海上来的，海上来的野兽有哪些呢？有狮
狮子，有豹，哦，还有第四个是不知道那个名字是什么的野兽了，哦。后来他有讲到，他说后来有70个七连，70个七连，啊有南绵羊跟公绵羊跟那个山羊公山羊里面的对峙，还有南王跟北王的对峙，这一些是他的后来的一些预言啊预言。我们读那个时候，很多人会讲说，读那个但以理书哈，很奇怪，那里面都是意象，看到这个意象。那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科学家哈，牛顿。牛顿他，我们知道他的手稿里面哈，20%是在讲他的科学的部分，就是他的科学的原理啊哈，还有那个牛顿的3大定律啊，结果80%都在写什么？80%都在写以西结书、但以理书跟那个启示录。牛顿哦，80%，所以他后面他说那个启示录最后说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说他一定会在那个其中啊，他一定被提的人当中，他一定会是其中一个。所以可见呢，他其实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是在研究这个圣经啊，所以他有写很多那个他的著述啦。然后呢，那个现在那些书稿啊，就藏在那个以色列的那个图书馆里面，以色列图书馆可能有一个犹太人把它买了以后，就放在那边。后来有人家有去研究的时候，那比较好玩的一件事情哦，那个牛顿他推出来的哦，推出来说耶稣在临的时候是在哪一个时候的？还有讲说2060年呐，2060，这是牛顿讲的哈。我讲这些其实就是说，让我们知道这个不是这个预言里面哦，就不是说天方夜谭啊，不是，因为连牛顿这样那么伟大的科学家都愿意花那么多的时间来研究啊。所以我们刚刚也有讲说，我们应该多，圣经填充篇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填的，至少你3年会把它念一次，至少3年。我们已经填了那10几年了，所以很多人有填的时候，你至少圣经都念了好几次了。最好是圣经你最好哦，上半年念一次啊，下半年再念一次啊。你常常练的时候，会越练越喜欢练啊。这个他讲的那个，在但以理书里面所讲的，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所有的历史、所有的国家都是神在掌权，人也一样是神在掌权。所以刚刚蔡长有讲说有苦难有什么，那个是自轻自淡的，很短暂的时间呐，你会进到永远的那个福乐，这也是但以理所讲的。所以我们要是看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讲这个人最可怜，被抓去当俘虏，那个小孩子的时候就被抓去了，抓去当俘虏了，结果还在王宫里面，他历经了巴比伦王，还到波斯的时候，所以他也知道当波斯帝国的时候，耶利米所讲的被掳去70年以后会回到以色列，他也知道，他也知道。我们知道不知道他有没有回去了，因为他那个时候年纪已经非常大了，也许没有回去，也许就那个历史上是讲说他是后来就死在巴比伦，就死在巴比伦。虽然到波斯帝国的，就是我们可以读一读以后，然后再看看它里面的一些那个内容谢谢叶长给我们很好的勉励好，这时候请我们每个人默祷祷告来向信华会接受圣歌队给我们祝福。
祈祷，那世界替你来祈祷。愿上帝祝福你，伊的喜乐伫你心内。我要替你祈祷，你充满身心平安。上帝真正听你到永远，你真叫万众你到完全。我要替你祈祷，那世界替你来祈祷。愿上帝祝福你，愿主祝福你。好，是这聚会，请咱叫咱聚会的人来讲请安，来握一下手，特别是第一次来的哦，第一次来的，祝大家来平安哦。